沙鹿的镇海庙买1000份的快台汽车，免费送给乡亲。有伫要结婚的新人，穿着新娘衫来领汽车，感受到神明的保庇甲祝福。排队的人有够侪，这毋是咧排什么美食，是免费的快台汽车。沙鹿镇海庙主意考虑到民众快台汽车真好买，所以讲传1000份的快台汽车甲福用品免费来发落信众。咱这庙的安尼。 足贡献啦！镇海庙主要服侍李道先祖，农历的5月初1是诞辰。庙方考虑到疫情关系，将英国平安餐会改做发快台汽车，连新人嘛来领。这种快赛也要排队啊，不好领啊。现在庙借用这次机会啊，发给李明快赛很好，刚好利用这个机会让神明祝福一下。李长嘛讲，李道先师是医生救人无数，希望讲透过这摆发送快台汽车，发挥神明 行医救人的精神，祝福地方的乡亲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